也说大家平安。咱即是要开始今仔日的主日敬拜。咱即是要请叶继安长老夫妇来点到今仔日代表第三期的喜乐的蜡烛。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报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懊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即时咱要来请敬拜团带咱来懊恼。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美好的星期天早上，我们可以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站立起来，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
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又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基督是为了什么而来到世上？耶稣基督是为了爱而来到这世上。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这是平安君王，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得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是为了爱，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得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谢谢天父，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让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要来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使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定是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个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即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听阮的上帝，世间人所望的应允，耶稣基督，但已经显现伫地上。伊来是为了上帝的疼，将伊的宝座设立伫地上，为着咱的罪过，伊受迫害，当伊担当咱的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逼迫，互咱得到医好。伊诚侪属世的羔羊，上帝的荣光伫地上。但世间人会望要永远纪念恶老基督的名。但今日咱的世上委员充满了背叛、强迫以及甲战争，咱就应该伫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会遐搁来倒转来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互耶稣基督带来世上和平、公义的望会当得成。但即时，阮也将今仔日所的聚会，阮要诚做祭献伫主你的面前，愿你甘纳。也今仔日所做，阮拢要荣耀你的名。阮来同心祈祷，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是圣歌队要来学了。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章46节至55节，安尼记载讲，
玛利亚讲：“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顾女婢的卑微，对待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着我最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敬畏伊的人人民因到代代，伊捌用伊的手出气力。” 心智骄傲的人，伊有赶散因；有权能的人，伊如因的位；卑微的人，伊升因最悬；枵的人，伊用好物互因食到饱；富的人，伊互因空空倒去；伊辅助伊的奴仆以色列来纪念人民，照伊对咱的主所讲的话来施落予亚伯拉罕。 甲伊的后裔到永世代，玛利亚甲伊三甲大，约略有3月日，才倒去因兜。以上，即是咱正道要请蔡长老，今仔日正道题目是宣告甲喜乐。两个这平安。今仔日我带一个小朋友叫大家做正道，走吧就。真是嘞吼，咱讲迄个师傅惊了老，医生惊治扫吼，所以敲定我若扫的时阵，毋免紧张哈，因为我迄毋是艰苦，因为扫小放摇摇，就开始扫，已经真久啊吼，自差不多旧年4月24。今日讲这题目，玛利亚准主颂，宣告甲喜乐。你讲这个题目时阵，就互我有感觉，咱每一个人伫主的面前，真真正正用什么心来当抬杠者会降临。 系讲这时阵，咱咧当主要所基督，佮再来。最主要毋是干那讲主要所基督来，就是主要所基督来以前，咱要有啥物准备？我们有什么准备？主耶稣基督再来。在代降节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已经点了3根的蜡烛。我们点了3根的蜡烛的时候，我们最主要要知道，我们所点的蜡烛代表着什么？代表宣告甲喜乐。 咱今日注意看吼，咱今日长老加会花的准长老啦吼，这边也要就任吼，今日穿啊特别水吼，我咧想结婚的时阵可能还无遮慎重，总是等哪条时阵对阮来讲是足慎重的一项代志，你真欢喜的一项代志。咱顶礼拜选举的时阵，选举了后最后一轮，阮就赶落台南，因为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婚礼，阮真知己的婚礼吼。 啊，讲赶来时阵，咱的罗清的副总统伊也有要来，我们轮流伫遐讲话。赶来时阵，拄啊伫高速公路搭着车，所以阮伫遐有小可等一困啊。阮伫遐拄啊来耍笑的时阵，伊来的时阵，因为时间袂赴啊吼，无穿西装，所以临时的时阵走到阮的道，因为阮的道拄啊伫新娘道的边仔尔，开始创借西装，一束借，我的西装伤大领吼，佮穿一束伤细领，都来借西装，这是准备啊！我毋知甲笑讲，你拢车顶拢无咧准备西装，伊讲好，敢若赶场后营通咧迄落，其实是足难得会当带新娘礼、新娘场，普通是一直赶场，时间家己拢无当控制，今日特别控制时间，咱有准备无？伫台港这时阵，咱敢有准备？有准备时，请你甲兄弟姊妹讲平安。 上帝祝福你。咱所看到的时阵，现在这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咱今看到咱苦长老，带着一个苦姊妹来，伊甲讲民国82年来伫咱教会。我想82年是我到75年离开吼。我搁倒来时阵，我离开的时阵吼，叶文吼，拄我打去德国嘛吼，去读音乐。然后我第一听哦，叶文对音乐足有素养的，伊音乐足人啊好势。 考长就甲讲，阮12月25吼，有演奏会。我听着我就足欢喜，讲哦，演奏会，我足久无去享受着演奏会听下骹足迄个足水的一个场面。我看看我行程吼，到选举以前吼，我做这事暗时拢总排满啊。各位好友，拜托，咱来去参加，咱来去看咱的叶文吼，咱看到叶文咧抒琴时，我都感觉讲，敢若家己查某囝咧抒琴吼，足水的。 咱每一个人伫咱教会内面，所有的人拢是真水，所有的人所做每一件事，上帝拢非常欢喜。咱所看到的时阵，咱
咱今日看到一个，伫台港这以前，伫路加福音有4个俄罗的诗歌。第一个咱今日要讲的尊主颂，第二个呢，就是撒加利亚颂，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若卡数伫8岁时阵，伊也什么行割礼。行割礼时阵，所有的人、所有亲戚拢总来。行割礼是对亚伯拉罕甲上帝立约，讲以后囡仔若8岁时阵，你也行割礼，而且承认伊是上帝的子女。所以行割礼伫以色列人是一个足人盛大、足人轰动、足人重要一个节日啊！这个节日中间所有伫撒加利亚行割礼时，撒加利亚突然本来袂当讲话吼，因为伊本来毋相信讲会生囡仔，所以讲天使上帝都互伊袂当讲话啊。咱就用写的，照你讲，伊是叫做撒加利亚第1世、第2世、第3、第4世。结果人讲啊，这囡仔要号啥物名？因太太讲，伊爱号做约翰，因为圣经有讲，伊爱号做约翰。但是我太太都号做约翰，啊，你毋是叫做撒加利亚？结果因老爸开嘴啊，讲无，伊爱叫做约翰。这约翰是要替耶稣预备道路，施洗约翰是替耶稣预备道路。因为咱时间照你讲，约翰拢是第2礼拜咧讲约翰有彼得咯。第2个礼拜刚好我们在选举哈，所以没有特别提到这一段。我们有没有预备道路？我们只是圣诞节好快乐的圣诞节，但是我没有替耶稣预备道路。你心里准备好了吗？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心里准备好替耶稣预备道路？之后我们所看到，天上荣耀归真神，地上荣耀归他所喜悦的人呐、第二句后边归第一所欢喜的人，我们所谓的荣耀颂。之后我们有玛利亚尊子颂以外，我们有西面颂。各位有时间时阵去看迄个西面颂时阵，你看一个人遮尔虔诚，伊讲我知影讲我这世人的中间会看到上帝阳光，会看到要过来这个弥赛亚，伊多等，伊甲安娜两个多等，一个女先知安娜两个多等，然后入去圣殿，看到耶稣。伊甲抱咧，目屎流落来。我这世人会当看到耶稣，我这个辈子能够看见耶稣。主啊，偷放我的灵魂呐！像咱以前讲，你惊死无？谁要讲我惊死？但是我看到耶稣的时阵，我已经满足啊！我唔惊死。主啊，偷放我的灵魂。所以我们怕死，是因为我们工作还没做完；我们不怕死，是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做依靠。啊，主啊，偷放我的灵魂的西面颂，其实有时候我在每次看西面颂的时候，我就觉得惭愧呀、那就变小的呀。那就是西面不管是准备变，大圣人内面咧等到主要所基督来的时阵，看到些鞋啊，这是救世主啊，我满足啊，偷放我的灵魂。那时候看到的时阵，咱咧信。先信入伫咱的心肝内，毋是一个口号。咱常常讲我信上帝，哦，我当然相信哦，我当然相信上帝。咱甲迄个口号咧信尔。有当下，我们要反省自己呀、我们只是口号信而已。你相信上帝吗？相信。相信神的伟大吗？相信。相信耶稣升天会再来吗？相信。你真的相信吗？你真正有相信的无？玛利亚讲，主家己要互你一个条，天使甲玛利亚讲，主要互你一个条头，要给你个预兆。这个条头啦，有在息女要怀孕生囝。那卡数一个人用暗时来，在咁迷茫，突然甲你讲，对一个在息女或处女，甲讲你要怀孕生子，哪有可能？伫迄个时代呢？迄男女界限很明显呢，你也未嫁人，你就生囝，啊不得了啊！那就好定要死耶。天使跟他讲说，一般的人，如果我们的话，我再相信，我们一定讲，怎么可能？这个事怎么会临到我们呢？买了叫别人啦，叫别人啦，小帮忙叫玉芳较水。不要找我啦！不要找我，真的不要找我啦！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是大贵妇，我只是一个小市民，不要找我。没有，玛利亚伊对旧约真了解，伊对不管对以赛亚，不管对撒母耳，对米迦书，对耶利米，足侪事情中间知影，有一个在息女，弥赛亚就是要对这个在息女来出世。伫
提赛甲讲毋免惊，目大粒的受温的蒙大温的玛利亚，蒙大恩的女子啊，玛利亚接受啊，然后接受，他会说你要在童女怀孕，你要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以马内利上帝要开撒到地底，要拯救以色列人，拯救信他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在先知的预兆里面，在旧约里面，我们不管从米迦书了，不管从以赛亚书，尤其以赛亚书最多，不管从亚里密书，很多很多都可以记载，那个再来的弥赛亚是个童女而怀孕。这不得了的，那有可能在小路会当怀孕。所以这种事情，但是圣经所记载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犹太人深信，可是我觉得犹太人还是半怀疑呀。在小路童女怀孕，在小路生囡仔，敢有可能？这个人要叫拿撒勒的人，这个人出世以后，有真侪囡仔会受抬死，圣经意义应验。所以，我信了时阵，今日所读的这个罗家书的头章，就讲天使卡别咧，奉差去到加利利亚，然后入去玛利亚的厝，这个在小路玛利亚的厝，伊甲在小路讲在小路玛利亚，你讲蒙大恩的女子啊，主甲你上到地底。要我们突然听到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好惊讶？是真的吗？我要相信吗？可是我们看到玛利亚，因为她对旧约的相信，伊足清楚，是警察不可能一时阵聋哑，怎么是我？应该是在大富贵、大富豪的家庭，应该是住遐大好人的厝，还是大官的厝，怎么是我？上帝拣选人不是看人呢，上帝看内心呢。我们上个礼拜做选举，有人会讲，我们还有新的长老、新的知识。我想他们回去一定问一件事情：上帝怎么是我？不要我好吗？好累哦。我们来教会服侍没有任何利益耶，没有拿1毛钱呢，只有做更多工作耶。怎么是我？我不要好吗？怎么是我？人家天使怎么讲？门大恩的女子。所以我要告诉你们，门大恩的这些长子，主拣选你们。阿们，对，你看到像小华以后刚才比说的说的责问，不，真的是阿门。但是真的阿门，能够当长子服侍上帝，真的非常荣耀，非常值得庆幸。那是蒙大恩的，各位记住你们是门大恩的人呢。那你说我没有选上的，我就没有门大恩？你们只要服侍，都是门大恩的。我们看后面有圣诞快乐没有？那不是我写的我的字绝对没有那么漂亮。如果今天我写圣诞快乐，你们看到那个字，转头就走，怎么那么丑的字？好漂亮的字，我不晓得谁写的你们自己去打听看看。那就是门大恩呐，他真的相信上帝在身上的作为，他就是。所以玛利亚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反复思考，他不是一下就相信思考在旧约里面怎么讲？旧约里面说在拿撒勒，旧约里面是说童女怀孕。他要拯救以色列人。我是拿撒勒人因为我要嫁到拿撒勒约瑟的家。我是童女我怀孕圣经所讲的都对反复思考。所以圣经里面所写什么？他反复思考以后，然后他相信所以玛利亚做一件事情最很重要的是什么？信仰的内化。我们的信仰要信在我们的心里信用要信你的心嘛。信用不是讲一个口头讲我是基督徒，然后胡作非为。信用信你的心，真正信用成做我生活的一部分。信用不是讲礼拜日的信用，我们总是成为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礼拜1到礼拜7的基督徒。阿们。我们基督徒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在众人的面前所呈现的都是基督徒。在众人面前说出来的拢是基督徒，大家拢知你是基督徒，你是好有见证对基督徒在人的世界上有点吃亏啦。为什么？较歹工课嘛你做你的基督徒莫计较啦，被批评的也是你，较济工课嘛是你，可是咱欢喜做甘愿收
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基督徒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面前都得到荣耀。第二个，他乐于承担。玛利亚呢？不要我好吗？上个礼拜选举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想说，千万不要选上我，不要我好吗？不要我好吗？我这辈子每次去哪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有大家都提早一档开始传记。然后算这丢了，我大家话想你讲，我这边就要去走啊！我这个暂时到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问题，我倒来向教会多谢了。我有可能是当后我得去别的教会，那欠牧师我得去几啊斗相共。18年来我都做这种小教会，没有牧师的教会。那刚教会长大以后，我就交给专任的牧师。可是上帝从来没有答应，所以我一定会被选上。到选上以后，就在就职，把教会整理好以后，突然又接到一个新的使命了，我要到别的教会去，然后我就写辞职。大概西安教会有史以来写辞职信最多的是蔡崇义。无法度啊，你无信心，你再离开啊，互伊通紧解算。但相对的，他是乐于承担啊。玛利亚说什么？待嫁的女子啊，你想想看，怀孕生子尤其在那种犹太中东地区的文化，现在在台湾可能还比较无所谓，大家比较开放了嘛，对不对？想当时当时还没有嫁人你就怀孕，不打死你才怪。玛利亚还得甘愿承受。我们看玛利亚不是从美国人说：“哎呦，这个好吗？万一约瑟把我休了，我就变一个拢还没嫁都生囡仔，我以后没有做人啦。”他没有考虑。我们看到玛利亚反而是什么？用喜悦的心。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我的心用抓上帝最上大上欢喜的。主上帝啊，你的使命伫我的心中，我接受啦。虽然有可能我会遭受真唔好的待遇，有可能我会经受真侪人的詆谨，有可能真侪人会甲我侮辱，总是我的心尊主最大，我愿意接受。我的心用上帝我的救主最欢喜。我们再看一次他的心以主为乐，以服事为乐。我再告诉各位，我真的谢谢你们，让我今天可以跟你们在一起服事。我觉得我在这里的服事，比我在监察或者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服事更重要。也许一般的人看我说，你在当监察委员，你在当那个国家人权委员的副主任委员，那是好像一个很大的官，你应该觉得很荣耀才对。你们几乎现在每天接见都是外国的大使。可是我更高兴，我在讲台讲哈，我更高兴跟各位在一起，因为那真的是服侍上帝，那是最光荣的一件事情。虽然为了国家我可能可以付出，可是只要主日上帝的日子里面，我服侍上帝为乐。为乐这个乐，不是说只是表面的乐，是从心里面的乐。只要你要觉得要来礼拜，你要去服侍上帝，你心里都觉得好快乐，因为上帝在用的人是什么？在卑微人的身上。你们觉得你们都是非常的有钱，都是非常的富有，都是非常地位非常高的吗？是不是啊？不是你们都很卑微，我也是我也是很卑微的。而我们这个更卑微躲在我后面更卑微。我们都是非常卑微的人。上帝喜欢什么？卑微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服侍上帝一个最重要的，服侍上帝上重要是安怎？卑微啊！你谦卑家己啊！那个你感觉足够的？上帝啊！现在今仔日带我，毋是我带是人均，我比人均较好唱啊！当然我的声音比人均差很多了哈。我比一般较好唱啊！为什么是你带歌，不是我带歌？上帝要用的是卑微。我们在上帝面前，不管你多会唱，在上帝面前你都是最卑微的，因为上帝喜欢用的是卑微。所谓卑微，是自己认为卑微，在心理上你要很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而不是觉得很骄傲自大。没有人讲道比我好。没有人唱歌比我好，没有人诗会比我好，没有人做什么比我好，没有人打我比我好，有多。可是上帝要用的是什么？你心里很卑微的谦虚敬拜他的人，是上帝最喜欢的。所以玛利亚最后讲那一句话，请你把它背下来：
万代称我为有福。服侍上帝的人，上帝会让你称为有福。所以天主教说万福玛利亚，阿维玛利亚。玛利亚真的是有福的人。你看她的一辈子，她为她的儿子，讲起来是大囝嘛吼，大囝是普通拢上生的啊，上疼的啊。玛利亚大囝是做啥？30岁出来传道，餐风露宿，拢叫遐基层的人做伙，海高的啦，变水的啦，青梅的啦，艰苦的啦，然后大旷野啦。你讲人主无看好的所在，他所做的又不是大君王，所做的都是最卑微的工作。玛利亚甚至他的儿子被钉十字架，他在下面看他的儿子被钉十字架。没有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句话说玛利亚失掉信心。玛利亚甚至他儿子被钉十字架，他还在下面看他的儿子，他知道那是上帝的旨意，多伟大！所以天主教里面对玛利亚特别尊敬，我也特别尊敬。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孩子的行为，我们能做得到吗？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做得到吗？一个完全被注意的弱女子能够成就大事。所以各位不要忘记，你们自己不要妄自菲薄哈，唔能看无家己哈。上帝可能伫你的心就要成做大事诶，伫你的心就在你身上要成就大事。你说那讲到天上那个永生太久远了，上帝的成就大事可能不是永生哦，不止永生，不是可能是不止永生，在世上他就成就大事。在我70几岁的经验里面，我突然那一天，因为我现在在国家人权委员会就整理一些政治档案，那整理到高居民牧师啊，他们高居民牧师很多人就希望跟他攀上关系，因为攀上高居民牧师以后，慢慢会有一定的地位。他们从来不晓得高居民牧师写过8张信，16页的信纸给我。因为我刚去台南没多久，他就听到我的一些东西，所以他是写信来鼓励我。因为他有听到我去义光教会，那时候去义光教会的人拢是唔惊死，他刚义光教会，所以我去义光教会成立的时候，周年纪日我去带圣歌队去那边唱歌，带圣歌队既然去阵刚教会，去义光教会阵也设置。你看一下可以像无，那边都无是做助理。那我们去那边的时候，所以等下我去台南的时阵，高志明牧师写被足侪人，有的牧师查讲高志明牧师有蔡宗义有歌批，因希望遐个批当批出来做一个纪念。可是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有都不见，不管我被冤枉的东西，还是我爸爸留下所有的讲稿，我太太都帮我把它清干净，都不见了。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天上记得比较重要，地上记得并不重要。人家不知道这一段过程也好，因为我不是为了这个而谋求个人的利益。可是里面我有看到高居民牧师那个心路历程。其实大家都觉得说高居民牧师为了施明德、常施明德就被最后判4年3个月，他很高兴的去就任，没有呢。就高兴牧师要去传纳施明德的时候，他认识不认识施明德不认识他心里很挣扎我如果去的话，我这些长老会的民众怎么办？其实他很挣扎所以高文牧师、赵进士牧师应该讲的是讲好，我接受。专找林文丁了，林文丁了，迄阵是身躯虚咧咧，足歹，愈做是人院院长但在这个过程，我就不讲这个过程，我就看到在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心里有感受，他们甘愿顺服，而且万代称他们为有福的。那这个比如教会代表，他们讲葛志明牧师，他是有福的。第二个更重要是玛利亚的看见。你有看在玛利亚的看见吗？我们就看在尊主颂的时候，好像是在念诗歌一样，是个颂赞诗。可是每一句话里面都是玛利亚本身圣灵的启示，她的看见很美的诗句，我们一定要再三看。第一个就是要卑微的升高玛利亚的尊主颂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自认为卑微，卑微的人。上帝要提高恁呢，
卑微的人，上帝要升高。你在做工作，你在做事业，你在做任何事情，包括在教导上，你要让你的小孩觉得你的父母是卑微的，你对人态度是卑微的，你在工作上是卑微的。你说啊，那看不起自己呀，这不叫看不起自己。所谓的卑微，就是将任何的事情人家不愿意做，你可以做，而且是谦虚的做，不骄傲。不是你最行，而是上帝愿意用你。你不是骑着马进入耶路撒冷，而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是一个卑微的。我们所看到上帝什么？那些大人小孩子要跑过来，我旁边还有个小孩子跑过来，小孩子不要过来，这是大人的聚会。你不是小孩，上帝说容许小孩到我这里来，有问谁家就问我。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小孩子的纯真才是天国所要的人。上帝要我们的纯真，上帝希望小孩子的纯真是天国里面最重要的课题。我们要纯真的像小孩，所以要回归到小孩。你说我都没多少个比谁很厉害，可是我们心里要像小孩啊。像小孩是什么？不是他的知识程度像小孩，我们不必一五七啦哈。但是最起码要什么？要纯真啊，像小孩一样的纯真。做什么事情不要去计较，不要算计人家。我们所看到的是吗？杀该啊！你们就现在觉得没什么嘛，就是税务人员。古时候税务人员是大家讨厌的伊去讲冇讲安尼好，我要收税收1万磅，然后去讲偷摕2万磅，讲收2万磅，其他他赚1万磅。所以税率是大家最讨厌的人。其中我不错，我这辈子做的也都是人家很讨厌的，不管当法官、当监察委都在找人家麻烦。税率是人家最麻烦的，税率跟我们教会的会计跟那个出纳不一样啊，出纳部他还是受到尊敬的。税率是什么？跟人家拿钱呢。那时候讨厌的嘞，所以他不敢看到人，他躲在桑树上面偷看。耶稣过去，撒该，儿子撒该，来。我竟然要去领导，怎么可能？耶稣到我家，大家都讨厌我的人，怎么耶稣到我家？耶稣要的是什么？卑微的人。你看撒该，人家在路上迎接耶稣，他跑到哪边？跑到树上偷看耶稣，可见他自己认为说，我是没有资格看耶稣，我正在树上偷偷看他。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来看耶稣？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个寡妇的在奉献的时候，那个法利赛人在那边看，奉献2文钱，圣殿又缺少你这2文钱，我随便一个奉献就是那么多，这个奉献做什么？所以各位要记住，奉献是你跟主的心意哦，不要互相去比较，上帝不喜欢。上网会较多，上网会较少，那又怎么样？奉献多就表示你信仰比较好啊，奉献少就表示你信仰不好啊。信仰不是用金钱衡量的，信仰用你的内心去衡量，用你侍奉主的心去衡量，用你谦卑的心去衡量，而不是看那个数目。然后说，那抓听的意思讲，叫人都卖奉献，没有，奉献越多越好。这个奉献不是我用，是上帝所用。你奉献越多越好，上帝所用。可是我不会看那个数字，谁奉献比较多，谁奉献比较少，何谓手术看来我从来不太看。为什么？都上帝的嘛。我是希望说，何谓的手术以后看到的何谓奉献是加倍。每个人用他的心去奉献，不是金钱的奉献而已啊，侍奉也是奉献啊。这打鼓就是奉献。今天我们还有人在那个做电脑，这都是一种奉献呢。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卑微的人，最卑微是谁？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是谁呀？是高官，是非常好的人吗？钉2个人是强盗，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是2个强盗，陪伴耶稣过世的是2个强盗。每次想到这，我都觉得说，我们比强盗还不如你以为你很高贵吗？一个强盗说，他都没有犯罪，不要再讲他了啦。主耶稣，你的国再临的时候，
请你接纳我。谦卑不谦卑？强盗谦卑，耶稣要的就是这种谦卑的人，不是说你是强盗，强盗人定他的罪，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坏事，可是他悔改了，耶稣接纳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最喜欢是马太福音第25章所说的，那个你们要的时候，你们让我吃。所以我为什么经常提恩友教育，我就不再提了。其实我经常在开玩笑，我马天来跟研究那开玩笑，我所看到的真正的教会，其实中宣教会我们还要检讨哦。真正教会是恩友教会，那里面的人都是用我们的角度都是奇奇怪怪的人，可是上帝就是喜欢他们呐、上帝喜欢就是这一些最低卑微、我们认为最有问题的人。所以我们讲一件事情：好人都在慈济，罪人都在教会。我不晓得你认同不认同？好人都在慈济，这是外面所讲的哦。罪人都在，好人都在慈济，罪人都在教会。其实我也认同啊，我就是罪人啊，我在教会啊，所以我不是慈济，我不是好人啊。慈济看起来都是好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罪，我们才能够在主的面前真心的侍奉。第二个，那个尊重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去。他叫饥饿的，他叫那些最穷的人，他饱餐美食。所以有一个少年官，有一个少年做官来跟耶稣讲：我怎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啊？耶稣跟他讲：你有没有遵守十诫？你有没有孝敬你的父母？你有没有去那个不能奸淫？你不能偷窃？你不能做假见证？有没有？他说我都遵守了。耶稣还讲一件事情变卖所有的，去周济穷人，被美丽收为去真济送穷人。你现在来滚对话，其实最重要的是那句话，大家都看前面，就最重要的是后面那句话，来滚对话，跟随耶稣。你算老几？为什么叫我跟随你？我是官呢，少年的官呢，我为什么跟随你？耶稣说要来跟随我，他就圣经看他写什么，愁容满面，他离开呢，他财产很多，所以耶稣说财产多的人像那个骆驼穿过针眼，都比那个这些富人进入天国更简单呐、为什么？你守住你的财产，所以咱常来讲一句话吼，财产吼，若无开启，就遗产，开启它叫财产嘿，所以你同样财产卖红个遗产啊。咱来财产坑了来是变遗产呢，咱好甲奉献出来叫做财产。奉献的叫财产，不奉献的叫遗产。我们所看到的反而是拉撒路跟那个我们所看到的是撒该，他也是有钱人呐、可是他的钱来源不太正常。所以他知道他错了，他很谦卑，他跟耶稣讲：我愿意把我的钱都还给人家，我讹诈人家的，我就还他4倍。那个少年官忧愁走了，因为他钱很多，撒该钱也很多，可是撒该说：我就奉献出来。这是相对的。耶稣又做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上面在讲说我们要怎么去谦卑，怎么去服侍的时候，他有特别讲说，如果你们去请人来吃饭的时候，要请什么？不要请那些富足的人啦，不要请你的亲戚朋友啦，那好嘅人你免请，因为一个回请你，你都无功劳啊。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行为要不求回报啊。你要请什么？请那一些瞎眼的啦、瘸腿的啦，那请那些贫穷的啦，因为这些人你给他请下来，他没有能力回报你耶。咱恩友教会可能会回报的无几个我看今日饭吃只有看有啊，应该是有多少有一点，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他只去恩友教会，他去听讲道，然后他去吃东西，他没有回报，可能没有。可是耶稣告诉我们，你要请是请谁？请这些人呢、他要的是什么？是这些贫穷的人、饥饿的人，我们才应该的。比如说，我有一个理想，说有一天我们教会可能开始，美国有很多教会是这样，在外面开始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午餐给周遭没有东西吃的这些游民来吃。我们除了自己吃饱以外，我们要看到那些没有吃饱的人。那么第三，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
这拉萨路是一个乞丐呀，在菜主每天吃华宴乐啊，食足好诶，去食，拉萨啊分互伊啊，多食，有一日两个过身了后，一个后壁来他们带去天堂，啊，个财主啊，地狱。啊哟，伫阴间啊，毋是伫阴间哦，哟，足喙大哦！廖萨罗啊，你嘛当真讲你伫门口，我拢物件互你食，给我一滴水好吗？呀，不然说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境界，不一样的间隔。就算我滴水下去也滴不到你耶。哎呦，我好痛苦哦！那么拜托你，我还有5个兄弟去跟他们讲啊，说要信主，要不然讲一件事情。跟你们今天讲的都一样，你们都要注意听。要不然讲说，何必我去讲呢？旧约写得很明白，你们每天都在读圣经，圣经跟你们都写过了，你们都听过，都讲过了。问题是你听得进去吗？有没有信入啊？而不是我再次去跟你讲，某某人啊，你们要来信主啊，圣经都有写。我在整理那个政治档案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很好玩。那些关在那个我们所谓的黑牢里面的人，尤其太原事件，那些有读过圣经的人，几乎10个里面9个5都受洗，成为基督徒。读圣经哦，不是人家跟他传圣经哦，虽然他记了很多书，他的时间很多，所以他在翻，哎呀。反正无聊嘛，就开始读圣经，结果就都受洗耶！我在电梯有一次碰到柯奇化的儿子，柯奇化各位有没有印象？老一辈可能有印象嘛，英文文法很厉害，对不对？柯奇化被关2次他那这怎么被关2次可是柯奇化是出来做什么事情？受洗，成为基督徒，全家受洗。我说看到这些档案里面，我都觉得很好玩。这些受苦的人们、受难的人们，几乎全部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在苦难之中，从圣经里面，他发觉到什么苦难对他来讲是个恩典。他们都是基督徒，这是多美的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救恩普遍临到世界，所以玛利亚尊子颂有写这一段话：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说没有啊，玛利亚尊子颂应该是对以色列人讲啊，他要拯救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期待弥赛亚，没有错。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玛利亚讲是什么？他怜悯敬畏他的人，敬畏他的人有分国界吗？没有。我们都是敬畏上帝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在敬畏上帝的人里面，我们要知道玛利亚的尊子颂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什么时候？世世代代。这个时代有用吗？有用。现在有用吗？有用。长长久久的永生有用吗？当然有用。玛利亚所怜悯的是敬畏他的人。最后戴讲姐，你有什么看见？看见玛利亚说上帝要把卑微的升高，看见玛利亚说，哎呀，他的生的儿子要将饥饿的人反而得到饱足，那些富穷的人认为他很有钱的人守财奴，他要拿去他们的东西，他好像这是卑微者升高啊。他所掌理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善恰人，都是为了这弱者。你的看见是什么呢？玛利亚看过是卑微的，真这悬，要会得到把救恩的全世界，只要敬畏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救恩。你呢？你有没有要在圣诞节主耶稣再临的时候，将这个福音传给你的好朋友？每次在感听了跑说，哎呦，那呢，看他祭典几个要来的时候，我都很感动。我们来不是强迫人家信基督教，因为信仰是他自己的跟上帝的关系。可是我们有责任邀请他来进入这个宴席，上帝的宴席里面，上帝自然会给我们他的帮助。就像等一下我们要唱的一首诗歌，上帝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是投靠者，刀客借来耳乐。
我们要完全依靠上帝，喜乐的心去迎接，宣告上帝主耶稣会再临。我们要带着喜乐的心，准备上帝的再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代降节我们点上第3根蜡烛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着喜乐。我们也应该知道，主你用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认为卑微，认为不足。我们不是用骄傲的心来迎接，而是用谦卑的心来迎接。主，求你重用我们，我们在这里求差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来，我们来唱回应诗哈，先坐着好不好？先坐着来唱回应诗，来。这首但有可能无写，不管你有写无写，咱先坐咧这边首的歌词，这边来想看卖。万军的耶和华，多智慧君王亲像你，你的先写伫你的思维，看见你的技巧无。万军的耶和华，多智慧是万千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敬畏你的欢喜敬拜，用咱的心作为来，大水泛滥的时刻。宝座顶作恶，不管风影向我打来，笑你的人拢无看开，世上动乱的时刻，你的宝座顶掌管，你的家手。夜观的船队，小你的人念你，先来做来起来，两个吹起白来，先来起你来。万军的耶和华，多智慧是万千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因为你的。万军的耶和华，多智慧是万千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因为你的欢喜敬拜。咱的小主回来，咱的欢迎咱的主来，大水泛滥的时刻。你的宝座顶作恶，不管风影向我打来，小你的人拢无看开，搁一边来，世上动乱的时刻，你的宝座顶掌管，你的家手。管的团队，小你的人念你是为。请坐，请坐，来。这时，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请起立来吟奉连的诗。咱即时徛伫，咱来吟上营392首。吟诗煞，咱请蔡长老来甲咱祝祷。哦罗上帝万福本源，地久万米这小清早。天殿星塞颂赞万世，哦罗白镜星是上帝。阿门。咱用徛来领受上帝祝福。我哋得到最后所记着无穷无尽的恩典，天父上帝永未改变的听堂，现在相通万赞夫妻甲你三角地地特别。伫主来临的时阵，每一个人有谦卑侍奉的心，在世得到主你的恩典，永生得到主你的救恩，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衰。阿门。请坐。报告前，我先来介绍两位，咱两位来到咱中间，甲咱三甲礼拜，兄弟姊妹吼，一个是柯素兰姊妹，伊是伫林昭林牧师的时吼，来到咱教会做礼拜，因为尾伊伫即个出国以后。正倒来伫咱的中间，欢迎伊。搁一位是王丽芬姊妹，请坐哈。搁来，咱来看今仔日的报告。迄个报告，咱请咱家己来看吼。今仔日就是咱有原有小组，小组后吼，咱要请圣歌队老部来参加练歌，练歌煞咱有即个召开。定期的中集会吼，要邀请这新旧人的中集拢来出席。过来，咱要小组前，咱先请这个叶长老来甲咱讲解今仔日咱的要分享的这个经节。真诶，谢平安吼。你就是真侪礼拜无小组啦，有当咱有其他的原因吼。我嘛是为31章啦，顶解咱讲到遮30章，31章伊讲你若求助埃及人毋是人，毋是神啦。现在来求助埃及呢？因为亚述帝国要来攻迄个以色列嘛，所以亚述帝国要来攻的是伊只有伊的南方吼，就是迄个埃及啦，所以求助埃及。所以先帝安尼讲，你若靠迄个兵马吼，靠车马兵力吼，伊讲或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耐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兵马。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内帮助的人。讲爱靠上帝啦吼，所以讲以色列人不求问神啦，所以一同灭亡啦。过来。伫即个30章讲保护耶和华，保护耶路撒冷的吼。虽然亚述那像塞安尼啦，
护持咆哮越门，但是上帝也越门保守啦，通过这个门来保守啦，吼。所以万军的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伊讲鸟啊，安怎咧照顾吼？迄个雏鸟啦，啊，上帝共款的安尼来照顾以色列。啊，亚述咧也不战而败啦。咱知影咱读圣经的时，就知影讲后来迄个以赛亚甲迄个希西家讲吼，讲你去伊去攻迄个耶路撒冷的时。上帝要用钩子把它勾回去啦。讲一暝中间，亚述的军队吼死185000个。啊，这个王等于到示拿基利，等于到伊的国家的时，经过3年，煞去互因囝伫伊的庙内底，煞去互因囝来甲杀死啦。来杀死。啊，这是讲这。啊，过来讲有32章是公义的王，公义的王讲公义的果效一定是平安啦。唯有公义的王进来。啊，王凭公义行政啦。啊，所以咱会当伫即个王的底下，咱会当会得到平安哦。啊，过来耶路撒冷的妇女吼，伊讲耶路撒冷的妇女其实迄阵真伫迄个时间吼，其实耶路撒冷真富足啦。啊，但是上帝讲耶路撒冷的吼，妇女会一无所成啦，捶胸哀哭。啊，这过来审判将会到达。哦，这是第32章特别讲的。过来圣灵会浇灌，后来呢，上帝会用圣灵来浇灌。伊讲圣灵从上浇灌我们的时候，旷野变成回田，回田看如树林，公平居住在旷野，公义居住在回田。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就是平稳，直到永远。这是上帝的应允。过来咱看到的伊讲迄个希西家就祈求。迄个上帝祷告神啦，祷告神啊，所以伊有祷告神啊，神有应允他。后来咧，希西家佫破病啦，啊破病到要死的时，以赛亚去甲讲你肯交代好事，肯交代代咧，因为上帝要调你转去啊，所以伊讲伊面向墙壁哭泣祷告啦，祷告神的是上帝佫会15年啦，佫会15年，但是伊。后来希西家有迄个互巴比伦的王派使者来甲探望，讲你若病若好去啊，来甲探望。啊，咱知影迄时间的巴比伦王毋是原来的巴比伦的王啦。迄时间的巴比伦王是啥物呢？是迄个加勒底，就是叙利亚遐的人有一个酋长去拍巴比伦，迄阵巴比伦较弱啊，做巴比伦的国王。啊，所以迄个人来看迄个西西家，要和西西家联合。啊，以赛亚甲伊讲讲你到时你所有的，伊讲你互伊看啥物？伊讲我所有的金银财宝拢互伊看啦，含咩武器啥物拢互伊看。伊讲你遮拢会去抢了了。啊，恁囝会去掠去做太监。啊，毋是即个巴比伦王啦，是后来巴比伦王。后来因为亚述后来。迄个亚述帝国，佫将迄个巴比伦王甲消灭啦，甲消灭了，佫有新的巴比伦王起来，将亚述帝国消灭的是，迄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较有影遇到这一些灾害啦。佮马拉西的时，就是啊，马拉西的时。过来咱看到的讲耶和华有报仇之日啦。咱看到34章遐过来迄个上帝应允讲因会转来，讲神会兴起鼓励。古类就是基鲁士啦，还是讲有诶翻做塞鲁士啦，塞鲁士就是迄个兴起的波斯帝国啊。波斯帝国是兴起的时，上帝将迄个犹太人让他们回到以色列。啊，咱知影伫但以理书内底有写着啦，有写着讲迄个王伫遐咧宴乐的时，讲雄雄他迄个墙壁上有字嘛，啊有字讲啊，你都即个国家会完蛋去啊！过偌久，才讲迄个国家完蛋去啊！伫遐宴乐的时，波斯帝国的人怎啊拍入来？啊，拍入来是将迄个巴比伦甲灭亡。巴比伦一灭亡以后，波斯帝国迄个基鲁士这人比较仁慈了，所以伊就互即个所有被巴比伦还是亚述被掳到那一边去的人，全部都回去了。所以迄阵以斯拉因就倒来啊，倒来兴建迄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咱知影伫诗篇122篇的时有特别讲到啦，讲人甲咱讲讲咱要倒来耶路撒冷，要倒来西安啦，讲我的心大欢喜啦，我的心就非常欢喜啦。第122章的时，
特别嘛有讲到，讲到讲迄个流离沙中的必凡夫收割，咱看到的这是迄个上帝应允，特别这内底有讲到的，讲上帝一直讲讲啊啦，讲里面要将哪一位神跟我比呢？伊讲你要用啥物人甲我比？伊讲遐个人迄个因刻的偶像是啊，是拣迄个上水的树啊，迄个上水的树啊了将迄个树枝甲搓出来烤面包啦，将迄个上水的迄个树啊中苦的所在来刻一个迄个偶像啦，过来甲伊装金身啦，叫银匠、金匠甲刻装，咱台语讲装金身啦，了惊伊倒去啦，佮甲伊顶互好势，顶互在啦，恁伫遐咧甲求啦，伊讲求这敢有效？因为你应该求问耶和华神啊，所以耶和华讲你唔相信，伊讲伊甲你讲旧的事已经的代志我甲你讲，未来的代志我嘛甲你讲，未来的代志就是讲他会回到以色列啦，我甲你讲后摆来证明，所以内底有一句话讲以色列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是我的见证人。逐摆我若读过即句话是，就像讲1948年的是以色列复国的是，咱都让看到的。上帝讲以色列就是我的见证人。即马真侪人拢爱读迄个塔木德，读塔木德的目的是要呢，是要趁钱啦。所以社会上常常看到，书店看到的讲，犹太人的赚钱术啦，毋是讲犹太人的信仰，讲犹太人赚钱其实迄是上帝应允啦，上帝应允嘛，所以。伫因出来求的时，上帝就应允伊讲你若遵守我这律例法度的时咧，你们就会成为人上人啦。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万国呢？万国，因为你的后裔要让万国成为有福啦。万国因为你的福业来得到福气，这是上帝为因出来求的应允。到这个地方，以赛亚再一次在强调这些，所以不要依靠虚无的神，因为遐个人。讲也袂听，也袂讲，也袂叮当，拢袂啦，只有倚靠上帝啦。这是以上我来分享谢谢。谢叶长老的解经，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唱祝福的歌。是咱来行平安礼。